大灣區嘅零售業市場預計會受惠於經濟增長、城市化進程同埋政府支持唔同嘅因素而得以蓬勃嘅發展。我哋應該點樣把握呢個大灣區嘅新機遇呢？春泉產業信託 Spring REIT 係一個房地產投資信託，擁有同埋投資主要位於中國內地具備潛力嘅優質房地產項目，為我哋嘅單位持有人提供穩定嘅利息分派同可持續嘅長線增長機會。我哋喺2022年收購惠州商務中心區具備標誌性嘅高端購物商場華貿天地，將資產拓展至大灣區，同現有嘅資產相輔相成，令我哋嘅物業投資組合更多元化，從而捉緊大灣區經濟強勁嘅增長，同佢對中國發展戰略所帶嚟嘅增長潛力。要把握每個商機，我哋需要一個值得信賴同高效率嘅銀行合作夥伴。我哋對星展嘅工作方式印象深刻，星展一直抱以開放嘅態度，細心聆聽我哋嘅需求，確保一切細節運作，令我哋能夠按時達成目標。我哋希望深化同星展喺大灣區嘅合作，攜手成就一個更加包容同可持續發展嘅未來。同星展攜手把握大灣區機遇。